所以我叫做孝亲家。所以我们做教育每一个细节你都要体现经典，这是我们回去要好好做的，好吧？我只把我们的做的一点点体会啊，一个方法供大家参考，一定要孝亲家，是吧？第三，带头运用中华经典，还要带头运用中华智慧。我们在做事的时候，中国经典里面这么多智慧，做人的智慧，做事的智慧，做光的智慧，你呀都是傻呆呆，人家哪里像个教经典的读经典？你读经典，我没读经典没有区别啊，我还读你什么经典，是吧？哎，读了经典的人，你看心情形态都不同，礼仪行为都不同，读经典对待人都不同，读经典的做事，你看我们还没做完他就做好了，是吧？这个人家就觉得大家都跟到你来了，这个读经典读得好，是吧？读了就不同。智慧是什么？智慧是复杂问题简单化，复杂问题简单化。智慧你看到吧？智上面是个知识的知，下面是个什么日？每一天都要学习啊，才有智慧啊，才有智慧的。你看我们老祖宗造字造得多好啊，智慧的智，看到吗？怎么有知识啊？没有知识怎么有智慧啊？怎么有智慧？每一天都要汲取知识，每一天都要学习，才有智慧。你看慧字是什么？上面两个丰收的丰，中间呢是个大山的山。因为为了字的美观，所以我们老祖宗把它横起来，是吧？哎，下面这个心呀，是吧？怎么有智慧啊？心要非常安静，非常稳重，心要像一个大山一样的稳重。你这个人在获得双丰收，双丰收啊，双丰收就有慧啊，有智慧啊。每天要学习，心要非常的定，非常的静，这样才有双丰收，才有智慧。所以我是讲智慧，就是简单讲智慧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。知识呢？知识是什么？倒过来，简单问题复杂化。你看我们老师啊，如果没有智慧教授，把学生越教越糊涂。有智慧的，把复杂的问题、最难的问题简单化，学生掌握了。所以我们要运用老祖宗的智慧，经典圣贤的智慧，经典中的智慧来教我们学生，是吧？怎么处理问题啊？你看一下就学了。哎，所以我们温主席家庭，他爸爸总结了4句话读经典，4句话，我把这4句话温主席不说，我帮你介绍给大家啊。他爸爸总结，不读4书，4书5经啊，这个读书的书，就会4书输掉的书，4个方面输掉了。不读4书就会4书4个方面输掉了。那4个方面4句话，我觉得他爸爸真的有智慧，总结得好，并且温主席4姊妹各个香港名流就是从小读经典，4句话。不读4书就为4书4个方面输掉。第一，出口无章，出口没文章，没读4书的人啊，出口没文章。第二，礼仪不庄，礼貌仪表不庄重。你看没读4书的，做到做不好，站都站不好，说话都说不好，是吧？礼仪不庄重。第3句话，处事无方，处理事情没方法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老祖宗，你读了《论语》，做人做事都知道了，怎么没方法呢？是吧？处事无方。最后一句很总结得好，生命无光，生命无光，
我到哪里讲学，我都学讲我们温主席爸爸总结的4句话：四书五经，不读四书五经为4个方面的输掉了。出口无章，没文采，没文章；礼仪不庄，庄重的庄；处事无方，处理事情没方法；生命无光，你看生命的光彩。你看我们台湾的、香港的，我们温主席76岁，我是讲他今年16，去年17，是吧？是。你看生命光彩嘛，做了这么多事还在做，啊！昨天我们听了我们哈尔滨的，啊，我们梁元的妈妈是吧？她自己讲的，读了经典又漂亮，是吧？哎，又读了经典，知道怎么做事，怎么生命有光彩。她做了那么大的事业了，赚了钱，是吧？赚了钱干什么呢？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？哎，生命要有光彩，来推动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推动中国的传统美德，使中国人每个人接受深度文化的教育，使整个民族提升素养，是吧？这就是生命有光彩呀！不是你拿这个钱什么用？我就讲一个人2000万就是你的，超过2000万不是你的。我跟我全省所有领导干部、市长、县长、人大主任这些政协主席、全省的县委书记讲课，我都是这么讲。你要那个钱干什么？是吧？很多人不懂得做人啦，你读读《论语》都知道啦，是吧？孔子说50知天命啊，现在我们80岁不知道天命是什么，是吧？死了又快死了，还没有想通，老天爷派你来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们在座的都是老天爷派来推广经典教育的，是吧？对，老天赋予你的使命，但没想通，是吧？白白的浪费生命。我讲现在不是浪费生命，浪费自然，浪费这些资源了。资源这么缺乏，结果你活了90岁，你看吃了多少资源，结果没做一件事情，生命光彩吗？没光彩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一天当100天来用，还不用啊，将来没机会了，是吧？没机会了。所以我们要用好每1分钟，用好自己的生命的每一个方面，是吧？为人类、为国家、为民族做最大的贡献，这才是。不然，你看我们人很简单嘛，我经常给呱呱落地，从母亲怀里落下来，最后呢，我讲全世界最公平的就是这个嘛。是吧？死就是最公平的，是吧？我看我们很多朋友，台湾朋友，马来西亚朋友都在学习这个观点，我也是很接受的，是吧？死，全世界最公平的是死。你不管有多少钱，最后也要死；不管你多大的官，也要死。关键死的光荣嘛，有意义嘛，有价值嘛。所以毛主席说：“人固有一死。”要么如泰山，要么如鸿毛，是吧？最后烧成一撮灰，又放在地里面。你撒在大海，撒在江河，撒在哪里，都还是落的地啊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人不能离开地，所以一个人睡也要接地气，没有接地气，这个人就生病了，啊，这就是智慧。我们经典老祖宗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经典，没有做好经典，教不好经典的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学习，大家都要行鞠躬礼，大家我们开始吃素食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保护环境，老子，我们读老子，是吧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了，现在整个自然和谐，自然破坏完了。我们读经的人读了以后就要带头了，
是吧？带头以后，人和自然和谐了，整个社会和谐了，人类和谐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用经典，好吧？好，第4点就讲学生怎么读经典，是吧？我总结了8句话。学生怎么读经典？第一，及早诵读，及早诵读，是吧？及早诵读，最好是吧？3岁嘛，现在有些提出了0岁，有些还提出负1岁，负1岁，我觉得我也赞同，就叫做胎教，从胎教开始读经典。哎呀，最近做了一些实验，最近这个10几年来，有些胎教的听经典、听古琴，生出的孩子啊，只1岁多，一教他读《弟子规》，他就能够跟着读了。他那个读那个《三字经》，只教了1、2篇他就背住了，因为他在母亲怀里就接受了《三字经》的信息了，所以这个很好，是吧？所以及早诵读，当然最好负1岁了，是吧？你至少3岁开始读嘛，3岁他完全能够接受了，是吧？第二，天天诵读，你不能丢，1天20分钟，是吧？1天20分钟，这个要坚持。第三，静心诵读，读经的还是心要静，要创造一种安静的。我觉得我是怎么来解答这个问题？有些说小朋友他注意力很差，你要他怎么安静得下来呢？我是在你开始读的时候要他静心。幼儿小朋友注意力不超过5分钟，小学生注意力低年级10分钟，中年级15分钟，高年级小学生注意力20分钟，15到20分钟，这是我们心理学研究的，是吧？这全世界公认的。所以我们就要求读的时候，你看全国都总结了，把书摆好，我们台湾朋友也把书摆好，我们大陆经常大家总结，把左手把书压住，右手那个数字，所以大家总结叫一指读书法，是吧？一个指头一指读书法，这个指导书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仁，在止于至善。一个字一个字，开始读的这个静心，并且开始读的时候呢，要速度要慢，一个字一个字要读准确。所以我是怎么指导大家读的？开始读要静心，开始读要速度要慢，速度开始慢，然后慢速、中速、快速，最后要快速，因为语言是反映思维的工具，这是心理学原理。开始要慢速、中速、快速。开始读的时候要静，后面可以快乐的读。你看后面往低了，快乐的读，是吧？你游戏啦、拍手啦，哪里叫做巩固了？巩固了，你可以采取不同形式。开始读的时候不要搞花样。我们总结大概是这样一个：开始读不要搞花样，开始就拍手么子拳什么什么跳不需要。读书了，为了巩固，可以采取各种花样，大家自己创造。今天下午我们小刘老师刘谦谦老师也会大家讲他们怎么读《弟子规》的。但是开始读的时候要静，要慢，然后就快，各种形式。第四呢，有轻松诵读。我为什么强调轻松现在我们一些小学早读课，一些校长看哪个班读书声音越大，这个班读书就读得越好。不能声音大来决定读书的效果，是吧？你们试一试，读书很耗精力的。你看我们老师讲课，我们讲课很要精力的，一下来就觉得很累的，因为我们每一天讲，腰也痛，
是吧？坐在这里腰不痛，因为主要精力去上课去了，一下来腰痛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过去就鞠躬礼太做少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耗精力，你要去想想呢，你本身学生早上就没吃好，你看我们现在早餐，学生的早餐是最差的，都早上太早了，还没开胃，学生不想吃，那么就是那么一点精力，你早上一读，声音读得很大，把精力全部消耗了。到了学其他的语文、数学其他课就没精力，就打瞌睡了。你看现在我们小学、中学好多打瞌睡的，与老师教学也有关系，与我们的教育有关系。你看苏联的教育，前苏联现在叫俄罗斯了，分成很多国家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，前面我讲的苏霍姆林斯基他的学校的课表，我就学他这一条。他的课表，第一节课，中学第一节课50分钟，第二节课40分钟，最后一节课只有30分钟了。他根据学生的精力、生理规律来安排课表，安排作息时间。你看我们刘校长，你家里是不是